观音菩萨妙经，南来北往观修。花筒。
南海指得观音菩萨山口列，花莲玉珠宫东山玉珠道场，南海普渡指得观音，中台显化，东林发挥，菩萨灵感，妙机传音，普渡有缘，拯救百姓，修真回天，满天星斗，万佛下世，志气东来，打帮助道，五方列仙，名名方法，万教济法，当作天盘，莲园开芳，南海指得观音菩萨妙经，东山再起，生命光辉。